转来了，我是讲，我那个写一首诗好，但是因为遐重视台语嘛，所以我写一首台语诗。台湾诗路参流云峰，这有咱中头诗哦。台湾诗路参流云峰，台语风春哪无过？哦，咱台语就是因为即马政府较咧重视学校啊，在教，所以风春啊，就是拄着春天啊，安那落花就来倒啦，吼。弯刀出头万枝花，遐拢种出一木棉花嘛。木棉花台语叫做番枝花，运气也真好啦，押韵啊，拄好，押韵啊，西蜀音唱免名岁，是啊免名岁，因为伊路顶分墙得班月，伊啊，你若去看，伊有影墙。哦，影墙上面有一寡诗嘛，头为烧的，就是班尾，所以我讲，咱诗词音唱免名岁，也免想讲啦，因为伫即个路顶，你就当看到温墙和班尾，遐诗拢写起啊。田下过冬含水过，辽前迎客讲笑话。迄个咱台语敢是，即个前辈应该知嘛。咱有一句话叫做“田下甘水过冬”，真厉害呢！我一直想无，伊甘水吼，田下甘水就当过一个冬天。我即句的意思就是讲，伊遐吼，咱微薄到有遮认真、遮艰苦的环境中，也当。因咱你会当做即个台湾师傅出来，即有咱因咱背后的所在。所以我也是讲，因仔田过冬甘水过，田寮迎客讲笑话，伊遐有一个迄个钟，咱若人去到地吼，伊个寮中吼，伊个伫一个草寮，遐有一个钟，锵欢迎咱来。欢迎咱去吼。去当然伊也通讲一个笑话，讲一个诗啦，这是阿文的问题啦吼。文章载客未后悔，风气带动曲水花，这就是台湾讲的起水流觞。文章载客未后悔，因为伫遐因有咱真认真，对咱家己文化、家己诗，伊遐做认真咧做，所以。风气带动曲水花。OK。可以了。感谢你。非常感谢，严选诗人。谢谢先生啊，非常感谢啊。那个今天相信大家哈，让我回味到，而且也感受到它深长的底蕴在里面哈。非常的感谢，希望我们还会有后续的部分哈。那谢谢，非常感谢。伊家己鼓掌的，对对。现在就回来哈，在打红校哈，还有另外2位讲师哈，包括我们的水岸哲学跟我们的那个数位的那个与我们的月经冲撞啊，非常的精彩啊！希望我们大家给请贵宾朋友来啊，我们现在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吴老师。我们的主讲跟我们的来宾，我们到台上这边来拍一下合照。谢谢。他们俩，谢谢啊，谢谢。